眼大台南，拓展新观点。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梁维珍，欢迎再次收看《放眼大台南》的节目。不知道说观众朋友你喜不喜欢吃汤包呢？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间呢，它主打手工现做18折9道工序，皮薄现封多汁的汤包餐厅呢。有人说呢，它的汤包呢是比上海豫园的百年老店的馒头店还要来得好吃。也有人说呢，它比国内米其林1颗星的餐厅的汤包还要来得好吃。那至于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个人的口感是有所不一样的。但是既然有人给予这么高的评价，相信它的料理一定是在一个水平之上。那如果是真的在一个水平之上呢，我没有带大家去品尝，是不是很对不起大家呢？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所有的观众朋友跟着我尽快的进去品尝咯。位于中华东路的店面，附设停车场就在餐厅旁，对停车位可遇不可求、寸土寸金的东区来说非常便利。店面宽敞，外观带点东方轻工业风格，店内设计简洁干净，灯光色泽柔和，舒适的用餐空间，悠闲气氛，让你能放松心情，慢活享用美食。进入大门即是有饭店规格的柜台，这里的用餐区主要以大圆桌为主。大圆桌的设计让人忆起560年代家庭聚会那种温馨祥和的感觉，适合多人聚餐。另一边则是以4人桌为主，适合小家庭。整片的透明玻璃，采光极好，舒适宽敞的座位，用餐的心境也随之好起来。开放式透明厨房，让顾客清楚看到厨师制作汤包、点心料理的动作与过程，令人印象极佳。从擀面皮、包馅至烹蒸9道工法，全是师傅们亲力亲为。为确保每颗汤包的大小都一样，每个面团都是6.5公克。包上馅后，总重量就是25公克，多1克少1克都不行。看着黄师傅折汤包的手宛若艺术之手，心灵手巧，人间巧艺夺天工。他说，折汤包除了有技巧，还需要有耐心。包的时候，我们就往旁边一折一折往前哈。同样一个动作，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包子一定就是18折，它包起来的时候是刚好那个最漂亮的时候，它蒸起来的时候，就包18折的时候，你蒸起来的时候，它上面的地头会最柔软最好吃。做这种面点的话，我们都是相当有耐心啦，而且我自己本身的话，应该是家里面的关系，我从小时候，我从10几岁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些面食啊、点心啊，有没有的啊？也难怪做出来的汤包会一口咬下，口齿留香，回味无穷。做美食节目啊，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可以吃遍大江南北。哇，看到前面这么多菜色没有？哇，真的是齿颊留香啊！现在呢，我就要请詹经理来为我们介绍。詹廷飞，詹经理你好。你好，维珍好。是，那看到这么多的菜色哦，真的是让我想到的是南方的菜色啊，是不是可以来一一为我们介绍一下？好的，这个呢，富甲天下，品味卓绝，是，正是我们富品上海汤包的料理的最好写照。那道道都是有独特的它的口味，还有它的经典之作。嘿，那我们首先来介绍我们这个富品上海汤包的上海汤包，它就是手工现做18折，是对，然后呢就是皮要薄，然后那个肉那个馅要多，然后呢汤汁要鲜美。
是，那你可以尝看看。哦，讲到这个吃的，我最厉害啦！啊，你说汁多啊？对，汁多，一定要汁多。有哎，可是我要把它吸进去。是。是不是很鲜美呢？的确，因为那个汁哦，我是把它吸进去了，不然怎么会流出来？对，就是先要咬一口，然后就把汁先吸进去，然后再把汤包这样整个吃下去。对。不愧是你们的招牌。然后再来就是介绍我们的花束蒸饺。花束蒸饺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并不是色素哦。这个花束蒸饺呢，它是用那个青江菜，新鲜的青江菜打汁。可是，一般不是都用什么菠菜啊？没有，我们是用青江菜，因为它青江菜那个香味很独特，很鲜美。对。然后呢，它的皮就是用青江菜打汁，然后下去做。对。然后再去擀嘛，然后里面的馅呢，它有包括青江菜、黑木耳，然后有五香豆干，然后香菇。这些都对肠胃比较好的。都对，而且这个它的口味综合起来呢，那味道非常鲜美。然后吃素的人每次来一定会必点这个花束蒸饺。连吃荤的他都会点，你尝看看，对，是的。那我看看哦。是。我先把。还有客人说啊，我们这个花束蒸饺啊，真的是非常好吃。对，有加所谓的香菇啦、青江菜，还有黑木耳，都是对身体非常养生的。对，而且可能调味上不一样。对，我们有独特的我们的那个料理去做的。对。跟一般素食店吃到真的完全口味不一样，都是手工做的哦，都是现做的哦，现包的，看起来都是现包现蒸，包的很漂亮，是。好，这道我喜欢了，喜欢哦。来介绍我们的苏杭东坡肉。接下来东坡肉跟东坡酒跟苏东坡都有关。是这个东坡肉呢，就是我们如果客人来的话，我们会切一片一片，让它很好包，跟这个挂包包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挂包呢，除了有传统的白面皮挂包之外呢，我们还有用那个当季的新鲜水果去做的挂包。像这个红色呢，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对，新鲜火龙果做的。然后这黄色呢是新鲜的芒果去做的。芒果是。讲到东坡肉，是应该是说啊，它是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肉的，是，而且吃起来是要很爽口，不油腻。是，而且它的皮是要 Q 的，并不是烂烂的。而且它要有那个酒香的味道，对，才符合你看一下哦。对，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好，这边你看一下。这边让你拍一下，这边。它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上面是肥的，下面是瘦的。上面是对，真的就是半肥半瘦这样子配起来才不会那么油腻。对，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吃太多肥的，反而会觉得很油。但是如果说又全部都吃瘦肉，有的人会觉得口感也不好吃，就不像东坡肉，对，口感也不好吃。对，就是每次你如果去江南旅游的话，是一定会吃到的。是，因为我每次去江南旅游都会吃到这道东坡肉，但是呢，它给你的是一小块小小的，是，毕竟你跟旅行团去嘛，所以一定是吃那种小小的一块。对，而且它不会给你这个啦。对，挂包啦。对，而且这个挂包是我们点心坊这个手做的挂包。对。采访当天，师傅刚好在做芒果挂包的面皮，浓郁的芒果味让我当下突然好想吃芒果冰啊！手工制作的手擀的面皮，吃起来特别有嚼劲。黄师傅告诉我，这也是客人必点的哦。维珍娜，我现在帮你介绍这道名菜哦，是上海老鸭汤。那顾名思义就是在上海的名菜喽。是，这个上海老鸭汤呢，就是用整只的鸭，然后还有金华火腿，对，然后要熬4-5天。你看4-5天，对，你看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对，它就是要熬了4-5天，它会呈现这个颜色，然后它汤才会很入味，对，才有那个鸭香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像杏鲍菇，还有豆皮，还有玉米笋，
还有加那个红喜菇、雪白菇，是，对，然后这边呢食材呢，然后一起再去滚，然后滚个1个钟头，是，对，然后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鲜美。好，维珍，我这舀个汤头让你尝尝看，这个上海老鸭汤的它的汤头非常的鲜美。好，你尝看看哦。哇，真的。是不是很香呢？好香哦，因为那个鸭肉的味道非常的香，然后它的汤头都变成乳白色的，而且我跟你讲，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白如凝脂，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要品尝看看哦，对你喝看看，汤头鲜美，而且不会油腻，非常的爽口，是入口有那个香味，是而且你吃下去呢的还会有那个鱼味，对呀，韵味的，对呀，我感觉非常的好，是难怪在上海人家会说啊，不未入其门即闻香味，就是这样的道理哦。是的，也就是因为说它保了非常多天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味道。对，这个就是要熬很多天。是啊，所以在上海，其实他们通常都会用粉丝啦，或者是面条。不过但是呢，我们要吃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加菜就对了。是，还有菇类，因为菇类对本身对身体也是非常的养生。是，而且它菇类本身它熬煮了1个小时的时候，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鲜甜，对，非常鲜甜。而且它这个完全不需要加什么盐啊、味精啊，都不用，味道就非常的棒了。而且我们的富米上海汤包呢，它是用美国的岩盐去做所有的料理。它的美国岩盐呢，它是含有68种矿物质，所以对食材做起来呢，对这个会上得美味，而且对身体非常健康。这个会喝上瘾是真的，这越滚越香啊。然后呢，我们料理吃完的话，一定要吃个甜点，才会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对哦，女生的胃永远是可以装甜点的。是，而且呢，我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流沙包，它的皮就是非常的细，好，它的细是还有圆韧。而且它的馅呢是用那个我们咸蛋黄，新鲜的咸蛋黄，还有新鲜的鲜奶，还有加无盐的奶油去调制成的。它现在是有点冷掉，对。可是我跟你讲，它的不管是冷的或热的，吃起来都非常的好吃，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吃过很多家港式料理。他们的黄金流沙包，有的叫奶黄包，但是就是真的非常的好吃，是因为它里面它是由咸蛋黄做的，通常会加奶油，然后可是他们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们有加上了这个牛奶，所以吃起来它的口感特别不一样，有非常浓郁的一个牛奶香味，对，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它是咸蛋黄做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调配的，调配到说它有这个我吃起来会有一种。有点小小结块的那种蛋黄的感觉，就是很香的味道。对，所以这个我跟你讲，我非常喜欢吃这家的奶黄包，而且刚才有一桌的年轻客人来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点啊？”他们说：“我们就1人1个啊。”然后后来他们吃了一口，知道说：“来，回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我觉得好吃了，好吃了。”是有客人还不止吃1颗有时候他们会加点，而且他们。刚才那桌客人还带了8组回去了，对，太可怕了，真的，是很香哦，对，真的非常好吃。然后接下来呢，这一道呢就是赤豆松糕，桂花赤豆松糕。那这一道呢，就是我们宋美龄女士生前最喜欢吃的一道甜点，对。然后这个赤豆松糕呢，它是用那个糯米，然后去研磨成粉，然后还要过筛，对，然后它的内馅呢一定要甜而不腻，所以我们选择屏东万丹的红豆，好来做它的内馅，对，其实这道赤豆松糕呢，它是宫廷的小吃，那也是江南地区大家很喜欢的一道甜点那既然说它用到这个糯米粉对，它的皮就是很 Q， 对，因为这个赤豆松糕呢，它是非常适合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都非常适合，老少咸宜。对，老少咸宜。所以既然它叫松糕，它就要松，但是又要软，而且呢又要
因为糯米又有 Q 度，是所以怎么样在松软 Q 之间，你三者都能够取得到一个非常调和，三样都具备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嗯，是不是很松软又 Q？然后它的内馅是甜而又不腻，所以吃起来非常爽口，也是一道经典的甜点。我发现你们家要多一道甜点，我喜欢。对呀，非常的好吃。对对，真的很棒。对，好吃好吃，是不是道道都很经典呢？对，我又发现一道又好吃的，是，所以这一道跟这一道，吃起来就非常有幸福的感觉。我会点这2道，我如果是要吃甜点的话，我一定会点这2道。是，好。那当然除了这些呢，还有很多的菜色呢是值得大家细细品味的哦。此外，像是同样手工18折，包满丝瓜与虾仁内馅的丝瓜汤包，吃起来多了几分丝瓜的鲜甜，口感清淡，一口咬下，滚烫的汤汁涌出，让人大呼过瘾。七足带有酒酿、水果特殊酱料制成的粤式烧大虾，吃起来新鲜又弹牙，酸酸甜甜的。对爱吃虾子的我来说呢，一口接一口，吃得津津有味。选用新鲜温体猪，炸成外酥内嫩、不硬不软、香甜咸淡适中的香炸排骨，也是许多老饕必点的哦。由新鲜草虾离奇制成，外皮金黄香酥，内馅吃得到草虾肉，鲜甜口感的腐皮鲜虾卷是道广东省的传统名菜，不只味美，且营养价值高。饼皮煎到金黄酥香，内馅充满上等粉葱甜味与香气的香煎葱油饼，一口咬下，粉葱的甜味随即窜出，面皮越嚼越香。喜爱吃葱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道料理。外形像月亮的韭黄虾饺，加上红曲调制外皮，不仅颜色漂亮，韭黄、新鲜猪肉加上虾子，多层次口感令人惊喜。你以为料理只有这些？曾代表台湾至美国侨委会示范表演的国际名厨阿和师，还大秀2道菜，让我们闻香啊！龙胆鱼来自永安的深海的养殖的深水养殖的龙胆鱼，我们精选的是把整条鱼剥片，把鱼刺弄起来之后切薄片。切个薄片的1/3，差不多这种厚度哈，它等一下薄薄的，它稍微烫起来哈，这样它的鱼肉哈会比较鲜甜又会 Q。葱我们选一个葱白就好了。切个葱末。先个热水，加点米酒，水要热哦，水热要滚。现在把鱼下过去，把它捞底。捞4、5秒就可以了，因为这种鱼不用太熟，它熟了它就不会用泡。捞起来焖盘，
比较深海的龙胆鱼啊，它煮起来它是 Q 弹的，不会碎碎的。加热。离上一路哈。简单的料理方式就能尝到鱼肉鲜甜、自然细致、葱香满盈、爽口弹牙、鱼皮 Q 弹、胶质丰富的龙胆鱼片。选用的是来自嘉义东石的深海无毒养殖虾，这个都是整只整尾下去剥的，我们是先剥好，剥好之后洗个盐水，让它有一点弹性，先拍打。稍微抖一下，加个蛋白，给它稍微麻一下，再来加个玉米粉，锅水烧热。加豆豉下去，稍微泡一下。起锅。再来就是爆香，洋葱。芹菜。把芹菜跟洋葱的香度炒出来之后，下锅，最后加调味料，蚝油。加点糖，胡椒，最后起锅加绍兴酒。最后撒上芝麻，香菜点缀。做好的虾松搭配美生菜入口，清甜美味，虾味浓郁，色彩丰富，夏天吃起来更是爽脆。这里用餐人潮挺多的，也许是消费者喜爱，大家口耳相传，有可能是菜色多元，方便选择，连明星都前来造访，魅力无法挡。平常就还蛮喜欢吃小笼包，所以我只要想要吃的时候，我就过来这边品尝这边的美食。然后它这边的东西都不会太油，也不会太咸，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的口感，吃起来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面，这边汤包的很正宗。我小时候在钻石楼吃的汤包比那个还好，所以我喜欢吃汤包。在这边还有烧麦，我来过好几次，感觉它的那个口味很正宗。真的是好像是因为我在上海吃，不输那个什么上海那一家什么汤包，所以我这一次它完全
我们年纪长，年长70还是有特别符合您那个年代吗？所以你最喜欢吃他们哪一道料理？你问我的话，我每样都好喜欢吃，特别我们刚刚吃的这个饼啊，醉鸡嘛，醉鸡，你要讲哪一样好？那我来这边吃就是绿豆的锅饼，还有那个醉鸡，其他的菜还是很好吃的。你觉得那个绿豆果饼啊，好吃在哪里？就是上面有芝麻嘛，它煎得很好，它煎得很标准，它煎。我听说你很喜欢吃醉鸡啊？听说你很喜欢吃醉鸡。对对，醉鸡做得很好，有标准。汤包也很好吃。汤包吃起来拿起来哈，就是很多那个汤包蛮好吃。各位看官，如果您肚子饿了，想不到要去哪儿填饱肚子，不妨考虑为您介绍的这间餐厅试看看吧。铁壁上都挂上油画、国画，让您边用餐还能边欣赏艺术。幻想一下，自己是品味卓绝的上流人物吧。今天吃了那么多道料理啊，真的是每道料理都是经典之作啊，真的非常的好吃啊。不过我最喜欢呢，还是吃他们的甜点哦，因为这个甜点真的是深得我心呐。没办法，谁叫我是甜食控呢？而且他们甜点好吃在于说，觉得即使稍微冷掉了，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有的甜点呢，它是必须是要热的时候吃才会好吃，但是如果连冷掉了，还是觉得很好吃，那就是真的好吃，表示说呢，这个甜点师傅的功力是非常的高强的。下次我一定要来，对这个师傅我要来拜师学艺呀！我真的甜点，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非常的喜欢。还有呢，它其他的菜色都非常的好。不过有一道菜色呢，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所以我很喜欢的是上海老鸭汤，因为太冷了没有办法，所以喝那个汤哦。你知道今天本来我是会冷的哦，可是那汤喝完了之后，我开始冒汗了，所以它的每一道菜都让我非常的惊讶。当然呢，我觉得好吃的话呢，观众朋友您也不妨来吃看看。虽然说你的口味跟我的口味不见得是一样的，可是偶尔我们来吃一下这样的一个料理，说不定你会觉得说，还有更多其他的料理是我没有发现，你也没有发现，你会觉得说你吃了之后，有其他的菜色是你更喜欢的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杨慧珍，再会。